之后说，其实我们应该要有个创举，在活泉的这个是全台湾大概第一个，然后我们就办一个比较不一样的。然后我们今年刚好明年是2018，18就是一个年轻，所以我们今年的活动就以朝这样的一个步调来做。然后很谢谢仁波切噶玛嘎居士这边的配合，然后我们邀请大家在12月一整个月的礼拜六都可以到我们噶玛嘎居士来这边，然后听听音乐，然后参观一下活泉的佛寺里面的一些很珍贵、很好的宝藏。西拉雅系列活动包罗万象，结合在地景点、美食、特色文化，打造专属西拉雅特色之旅游盛典。12月9日、16日、23日，邀请大家到噶玛嘎居士当浪漫咖，感受美好气氛，一同植福迎18。十方新闻黄慧如许建议，台南采访报道。如果我们总是随着喜欢或讨厌的欲望去行事，那么就没办法具足智慧。佛陀所说的教诲乃至八万四千法门归结起来就这么一句话，一切都不要执着。这句话提醒了我们，执着只会带来痛苦。《金刚经》这一部里面，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我们在学修的过程当中，如何放下我执，然后不执着，放下我慢的心，然后能够接受各方面的因缘，然后让自己去体证，如何放下，如何解空，然后在解空的过程当中，如何能够体会到空并不是完全没有，是反而真空能够生妙有，让我们在妙有的禅悦法喜当中体会到的真谛，体会佛法的一个深层的意境，如何让我们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这是我个人的体会，跟大家分享。阿弥陀佛。当我们了悟了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可以说已经明白了佛说的8万4千个法门。当我们实践了这句话的时候，也可以说已经实践了一切的法门。十方新闻王天仁实际上高雄采访报道。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，根植在大众的血脉中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，它深深地根植在每一个华夏儿女的血脉中。每一个华夏儿女看到了汉服装，听到了唐诗宋词，都会由衷的感觉到骄傲。教育应该是根本啊，这几年来呢，我们发现到社会全世界有个很大的隐忧，就是善的种子好像比较薄弱，那不善的种子好像传递的比较快。所以越山见山这20几年来呢，我们一直很注重教育。我们希望拜拜的人不要迷信，修行的人不要执着，那有心亲近的人呢，能够自己的立命很清楚。所以在国小5岁开始到12岁，就是我们本山举办的梅花书院，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六，1个月有4个礼拜，那我们就让老师休息1个礼拜，其他的3个礼拜六呢就来上课。那我们上课的里面的老师都是退休的校长，像北一女的陈富贵校长，他专门辅导我们的老师如何让家长懂得教育的可贵，也教我们老师如何在做教育这一块的那个重点式的提息。那还有就是退休的老师，除了退休的校长，还有退休的老师，那加上我们常住修行者，他有大专毕业，本身很慈爱，那本身耐性又有的人呢，也做我们里面的老师，再加上学生来读书免费的，我们一个条件就是父母其中有一个要来参与我们的教育，所以父母亲呢陪着孩子来读书，不可以陪着他的孩子，要陪着别人的孩子。我们培养家长呢也做助教老师，让家长在孩子的心目中也是老师的身份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教育，就是我们梅花书院。希望每一个孩子呢，从5岁到12岁，扎根他的孝道，他的尊师重道，他的人生这种使命感。
所以才以《弟子规》、以《三字经》、以唐诗、以《道德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心经》来成就我们的梅花书院的孩子。如果不懂得教育，那么孩童就会迷失了美好的自信，而被不善的习性所影响，进而自甘堕落。进一步的社会冲突源自于人自信与习性的冲突，所以想要化解社会的冲突，在于有好的伦理、道德、因果的教育。时报新闻太原陈医上高雄采访报道。关注国际动画节，希望能够活络国内外动画艺术的交流和成长。以独特的题材、细腻精准的画面和配乐，交织出一段段华美并幽暗的感官刺激。关渡国际动画节由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动画学系筹备办理，今年迈入第7届。透过国际公开征件的过程，不仅成功将影展推广到世界舞台，更成为全球各地优秀动画艺术家与导演关注的重点影展。台北当代艺术馆也在2013年加入合作串联计划，透过展览期间的作品播映展示，齐步推动国内外的动画创作与影像视野。其中关渡动画奖是动画节精心策划的每届重点项目，吸引来自全球超过1000部动画短片报名竞赛，最后选出31件作品入围一般竞赛组，55件作品入围学生竞赛组，56件作品入围观摩片。影片类型多元，涵盖数位、传统、艺术与实验性等题材。这一次展览共计有100部作品轮流联播，希望透过双方单位的串联计划与丰富的参展影片内容，共同活络国内外动画艺术的交流及成长，合力促进台湾动画界的国际视野与未来蓝图。时方新闻记者赖依荣台北采访报道。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回来关心国教动态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十方法界关怀弱势族群与照顾弱势儿童，以佛教因果轮回，培养正确人生观，阐扬伦理孝道，提升社会风气。超越山头，跨越派系，虚弥万法环绕全球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包容的立场，以传播正信佛法为己任。十方法界卫士。圣人求心不求佛，凡人求佛不求心。一起来看看今天在佛教界有哪些活动。暨三昧雪忏法会12月9号在新店区文化剧场，八关斋戒暨弥陀宝忏法会12月10号在台北市龙山国中06-233-5530。大慈山弥勒菩萨道场吴坤法师传授八关斋戒12月10号在台南东光国小，电话06-283-4425，入场时间上午8点以前。107年水陆法会由心意法师主法，日期107年3月4号到10号，地点在菩提山极乐寺，电话07-783-1466。圆融佛学院招生，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，地点在屏东县内埔乡中林村联通街600号，电话0937-699-557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新闻，我是赖基荣，我们明天再见。
界借着电视以及网络无远弗届的传播力量，做法的布施，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弘化的功能之外，也提供了信众平日或者是退休之后修行弘法的场所。任何弘法事业都需要大家发心布施，点滴布施，广结十方缘。您的布施供养能让法音永远流传，一切福报功德圆满成佛资粮。报拨账号42274784，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界卫视开播1年多来，深受佛教界以及十方善信爱戴及支持，所制作的《十方之歌》也受到观众热烈回响，并且踊跃护持。我们以感恩的心，再推出精心企划护正法送好歌第2波的活动，13首经典歌曲只送不卖。您护持节目制作经费，我们送您《十方之歌》系列 CD 一片。亲像月光明啊，光辉我心在乎，因为经典好歌是您心灵的滋养良方，支支悦耳动听，值得您收藏。护持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